個揸住機先。請勿靠近車門，請不要靠近車門。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door. 請勿靠近車門，請不要靠近車門。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door. 同無可替代，並且評估佢哋自己嘅健康狀況。
討論翻單位前嘅準備，而當日只可以喺單位逗留3個鐘。居民其實好多有限嘅時間，佢相對覺得自己係嗰個嘢冇乜嘢嘅時候，當下嗰個情緒第一站，左邊嘅車門將會打開。下一站，濰坊，左邊嘅車門將會打開。Next station, 濰坊，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手啊，或者可能多咗對方嘅時候咧，我有一個人咧，心理學家又建議居民上樓之前先做疫情管理，亦都可以預先整理行動清單，以免慌亂之中有所遺漏。有線新聞周天樂報導。推金曹總長為地健靈去濕輕，改良古方結合靈芝和耆，快速去水健脾抗濕，濕氣冇得紋身，為地健靈去濕輕，全民要去濕，為請勿靠近閘門，請不要靠近閘門。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platform gates。用30年去做好一件事，夠晒牙力。惠康3月大消息，27至29號買2件家庭裝雪糕，雪條有3分之，對付喉痛和香甜特快靈，針對喉炎乾癢、刺痛，利可使用含細菌成分抗體，例如特快靈真空細菌抗體，面對喉痛和氣衰，對石頭嘅難度。下一站麗寧，乘客可以轉乘交通線。下一站麗景，乘客可以換乘重線。Next station Liking, interchange station for Chongqing Line。請小心月台空隙。Please mind the gap。請勿靠近車門，請不要靠近車門。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doors。
靠近車門，請不要靠近車門。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door. 請問靠近車門，前面可能有車尾。
請勿靠近車門，請不要靠近車門。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door. 下一站太子，乘客可以轉乘觀塘線往啟德站，左邊嘅車門將會打開。下一站太子，乘客可以換乘觀塘線前往油井里，左邊的車門將會打開。Next station, Prince Edward. Interchange station, Quantum platform to Window. Please mind the gap. 回港3月大節慶，27至29號買2件家庭中雪糕雪條8分先，高就晒啦。請勿靠近車門，請不要靠近車門。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door. 9分鐘之後先至有護士發現佢會好嗎？6歲男童因病有2日住院，到今個月25號接受手術，期間全身麻醉，手術上到4甚至清醒，轉送到深切治療部接受監測，亦需要插喉同埋接駁呼吸器做支援治療。到第二日朝頭早7點29分，一個護士發現病童心臟驟停，醫護隨即為佢急救，同時發現病童使用呼吸器。下一站旺角，乘客可以轉乘觀塘線往旺角，左邊嘅車門將會打開。下一站旺角，乘客可以換乘觀塘線前往旺角，左邊的車門將會打開。Next station Hong Kong, interchange station, Quantum Line on Tower. Doors will open on land. 請小心月台空隙。請小心月台的縫隙。Please mind the gap. 有學界要9分鐘嘅時間咧，服務員先至會察覺。嗰個就做一個監察嘅嘢啦，了解咁發現相關嘅事件，加上提升時間監察使用呼吸機嘅記錄，成立分析委員會詳細調查事件，將會喺8個星期內。請勿靠近車門，請不要靠近車門。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door. 全面產品99蚊起，為君一個蛋98蚊啊！快啲全班加18送過啦！今朝好新升級女士身份150億得啦，我頭先下次優惠快啲去啦！下一站油麻地，下一站油麻
请勿靠近車門，請不要靠近門。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door. 掣撳開始錄掣咁樣，錄掣等入掣，錄掣啊等入掣，開始同結束你去揾個位錄啊！下一站尖沙咀，此站連接尖東站線。下一站尖沙咀，此站連接尖東站和屯馬線。Next station 尖沙咀。Next station is 尖沙咀 Station and 屯馬。定下先。最尾落中環嗰個，發現咗塊地咁，落個中環嗰個鋪。咪陣間金鐘都車咗好多部，根據慣例咧，得嗰度有位你過去啦。請勿靠近車門，請不要靠近車門。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door. 天舟，乘客可以换乘港岛线前往台湾，或是换乘南港岛线或东铁线。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Next station, Admiralty Road, Interchange Station, Island Road, China Line, South Island Road, and East Rail Line. Doors will open.
港正喺積極落實 AI 加發展，包括推動全民 AI 培訓。李家龍認為，及早嘅普羅大眾認識同埋接觸 AI 絕對係必先，因為有助減低誤導或濫用嘅機會。有成新聞黃浩林報導。食飯少油滋潤呵護，青春有聲風潤版，為世神珍珠玫瑰色彩請勿靠近車門，請不要靠近車門。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door. 中環，呢個係荃灣線嘅尾站。中環，這是荃灣線的終點站。Central, end of the 荃灣 line。多謝乘搭港鐵。謝謝乘搭港鐵。Thank you for travelling on the MTR.